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全世界上严重。即卖美国嘛开始咧注意风险。纽约州当前的加护病房护理师山卓拉林赛是纽约州头一个注意风险的人。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嘛表示讲，医护人员甲住伫长照中心的人拢会大声注射。在纽约市长岛犹太医疗中心担任当前护理师的山卓拉林赛，则是早起9点20分左右来做一支非随 BNT 疫苗，为的规定是透过现场直播。纽约州长古莫是感谢林赛自疫情以来的贡献，嘛因为伊带头注射，希望讲会得互其他前线医护人员有安全感。I feel hopeful today, relieved. I feel like healing is coming. I hope this marks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a very painful time in our history. This is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but it's a long tunnel, and we need people to continue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he smart thing all through the holiday season. 这摆是经过疫情大冲击的特州，疫苗到货了后会开始注射。第一线医护人员还有长照机构的住民优先，目前全美国州拢会小连续收到疫苗，所以来逐礼拜拢有疫苗送到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会伫咧这礼拜决定，敢是要批准另外一支疫苗莫德纳。It's 2.9 million doses, enough to vaccinate 2.9 million people, with 2.9 million doses held back and sent in 21 days for people to receive their second dose. I was asked who was going to be the first one to receive the vaccine, and my comment was we've had over 100,000 people participate in trials. They were the first ones to receive the vaccine. They were the heroes. 所落来是大规模注射，嘛因为美国疫情也是真严重，除了医疗院所，全美各地也有真侪药妆连锁店已经完成部署，等待疫苗送到位，会以注射计划确认身份，特殊安排的人来注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个新天气，受东北季风加冷空气的影响，今仔日温度会继续下降。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雨，其中湘北、基隆、宜兰雨会较粗，气象局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所在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今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富贵角，低温敢若12度7。其他所在低温大约是16度到19度，中部花东日时温度是20度到23度，嘉义以南温度是24度到26度。提醒乡亲，因为连续落雨，所以山区的土石会较松软，爱洗钱。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到位，温度明显下降，空气品质嘛无啥好。但台湾西半部、云林以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红色的警示。要等到今仔日过昼了后，空气才会豆豆变好。寒冷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报道，台湾气温明显降低，则是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暗时8点27分，马祖干那7.9度，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市富贵角13.4度，若是这个湿淡的天气。气象局预计寒到拜四，全台湾平均温度超16至19度。另外，迎方面东北部到基隆、宜兰等等的所在，会有落大雨发生的几率。若是这波冷空气除了互天气变寒以外，嘛带来对中国路南的空污，尤其是台南市，对13月到10时早起，空污真严重。规岸片2.5的机票拢是叫我色的，空气品质全国上歹。就是会觉得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天空有点雾雾的，就会想要躲在室内里面这样子。一定要戴口罩，不然一定会一直打喷嚏，然后流鼻水这样子。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的监测，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空气品质指标 AQI 拢是红色的警示层级，主要拢是丰沛营养。云林、宜兰可能恐怕都还是，就是说大概橘色以上，甚至都在红色警示等级。预估明年的白天才会逐渐的改善。环保署表示，空污的影响程度因为中国空污累积的状况，还有落雨的情形来变化。预计15早起过了后，空气品质会改善。受到中国外海路南的影响，高雄市环保局是启动污染大厂降载、严禁工地压水等等的措施，嘛呼吁民众爱减少伫咧户外，避免激烈的运动，而且出外嘛爱挂嘴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大代志镜头来台中，台中市政府昨昏正式对外宣布讲，台中捷运绿线12月19的通车典礼要取消，当时才当通车，目前并无时间表。
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讲，台北市运工当局对修复期伤过乐观，因已经退回报告书，未来要成立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由第三方来审查。深深行礼一鞠躬，台中市长罗秀燕向台中市民献心礼。台中捷运在这个月19日通车日确定取消，同时也2摆退回8节报告书，加调组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来审查。我们认为故障的原因尚未完全厘清，所以做出重大的决定，要把通车日期延后，邀请学者专家进行把关。委员会现在正在筹组当中。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朝虎进一步指出，长期就审查 SGS 检测，发现伊物理特性内底的控油强度甲降伏强度拢在标准以下，认为毋是个案，要求爱全面检测。在相关这些降伏强度、抗拉强度，约都比我们的设计的标准都还略低。那是不是代表这是一个个案或通案哦？是没有断裂的部分，另外再补送一支去做这些相关的材料检验。不过，对着连接器的调审是毋是中国制造的，台中市政府依然无正面回应。中捷党市长表示，北捷即阵敢若提出优化方案，不过中捷希望36支的连接器调审用全面来换新。是要全部换新啊！明确的过程就是要找到原因，送到委员会去明确化这件事情。而工程团员为有这部分所衍生的延迟通车损害赔偿的责任，台中市法制局强调，爱通车了才法度估算。对此，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应该要求赔偿就要要求赔偿。就算求偿，我们是代位求偿的。如果真的时间拖太久了，该求偿就求偿。台中市政府表示，未来北捷工程局甲川崎重工提出的报告甲解读方法，嘛要经过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认可了后，修复并且完成测试，确定安全无问题才会通车。记者综合报道。若代替交通到瑞丰之间山壁放弃，交通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目前政府当在规划台北到宜兰的高铁，嘛根据这地质，拜托专家来评估，确保安全无问题。铁道局嘛讲，根据目前的规划，台北到宜兰的高铁爱弄过几难的崩坑，上长的崩坑大约是10公里。10月中，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到宜兰视察，当场表示，高铁延伸到宜兰爱开1764亿。不过，校约权乐观其成，交通部铁道局在11月2日启动高铁延伸宜兰综合规划，也佮环评作业。规划路线由高铁南港车站延伸到石子基地，撇开翡翠水库集水区，以代替宜兰站为终点估算，全长56.4公里。不过，宜兰设站地点也伫甲地方政府就基地配置，转盘车做最后确认。不管是地质的这个分析啊，然后跟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配合，一定是在安全为最高的前提之下，来找到最方便的路廊。由拄则发生台铁铁路边坡崩落事件，外界关心北宜高铁路线是不是未来也面临边坡问题？交通部已经指示，爱以安全是相关的原则。根据铁道局规划案，北宜高铁路线可能经过一探过山岭的崩坑，估计北宜高铁上长崩坑大约10公里。不过地形关系，难免也是有经过边坡路段。铁道学会讲，以台湾这阵工程水准，边坡安全是会在掌控范围。铁路的沿线原则上我无法避免边坡，隧道当然是一个可以防范边坡崩塌的方式。可是毕竟隧道工程里面还要考虑到像是地下水层，或是台湾比较常见的地震断层带来的问题。铁道学会分析，北宜高铁的级别问题无伫安全，而是一旦兴建，会大幅改变区域生态，是毋是加速宜兰人口外流，抑个运量是毋是发度达到预期？未互高铁营运出现了钱，这是上需要综合评估的。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做伙来关心。来看《苹果日报》。今年9月份，网络乌白传讲总统蔡英文食米其林1000的餐厅做的便当，一粒便当要6980块。因为是假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严办。全国警察嘛赶紧落去查，抓到7个网友，拢依照社会秩序法来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也不过法院审理了后，即嘛是认为讲，相关的文章方看落是感觉真罕过，不过未去吓惊到，所以判这7个网友免罚。来看《中国时报》，最近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有起，昨昏开盘起3角，创下23当盘的新高。
工商团体是认为讲，汇率继续升对咱台湾出口影响真大，希望政府爱出手管理到防战。面对新台票直直起，中央银行昨昏推出史上上大的投放措施。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长游锡坤昨昏针对立法院会议时程召开调解协商，为着要甲内地的行政命令甲其他相关法院即相关的法安排妥当，各党团即马同意伫12月24、12月30甲12月31加开3天的议会。民进党团总召集人关建明是表示讲，内地相关的法案的审查伫年底进前一定会处理好势。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昏咱国内阁新增加4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2例是菲律宾的移工，2例是印尼的移工，因拢有甲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嘛拢是伫检疫期满了后确诊。另外，针对印尼移工禁止来台湾2礼拜，第这礼拜是2礼拜就到期啊，敢要重新开放？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讲，这2天会讨论。国内阁新增加4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个案，分别来自印尼甲菲律宾，拢有登记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核酸检测CT值拢在30以上，而且拢是检疫期满了后采检确诊。指挥中心讲，案例738是菲律宾籍20外岁女性。11月26来台湾工作，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检疫，到即阵无症状。12月11检疫期满了后，12到病院采检14确诊。案例739是菲律宾籍20外岁男性移工。11月20来台工作，12月12自主健康管理期满了后，中介安排就医采检确诊。而案例740、741拢是印尼籍移工，分别在11月26甲19来台工作，入境了后分别到防疫旅馆检疫，到即阵无症状，也拢是由中介安排就医采检而确诊。因为都没有症状所以看起来都比较像是入境之前或在入境之后那都有已经发病了一段时间，那所以在检验的时候有时阴时阳的这个状态。由最近一直出现印尼籍移工入境进前有阴性证明，不过检疫期满了后无症状确诊，互外界烦恼是毋是真多防疫破空？指挥中心讲，这印尼籍移工大部分是社福移工，来到台湾家庭照顾老人，所以讲入境拢需要集中检疫。而印尼籍移工来台禁令，即要在拜4，也就是17到期，是毋是重新开放？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这2天会开会讨论，首先要解决的是检验认证结果。我们看这个月来35位这样确诊的印尼移工，那有21位，其他都有 PCR 阴性的报告。那在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里面，那对我们的措施来讲，那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破口了所以这个认证的机构大概是需要的。印尼籍移工暂停来台，造成有照护需求的家庭欠人，甚至团出有合法的看护就地化价。但是中强调会甲劳动部讨论安怎运用，也呼吁疫情期间若是有迫切需求的人，应优先使用长期照护2.0。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300万例，死亡人数有162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740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7600例。伫日本已经超过182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690万例，印度超过988万例，伫巴西超过69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76万例，法国超过243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87万例。那英国即马在注意风社嘛进入新的阶段，新的对象包括家庭医生、80岁以上的时代，也有长照中心的社工。不过卫生大臣汉考克是表示，伫英格兰的南部发现讲病毒株有变种，而且传的速度真紧，已经通报 WHO。另外，因为英国的疫情继续在传，伦敦已经决定讲要有关的防疫措施，也有疫情的警报系统。
英国疫情也是在滚加，尤其是伦敦部分地区，过去一礼拜确诊数量增加真济。上严重的黑福林区，顶礼拜感染率已经来到每10万人当中有506人确诊。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伫咧下议院证实，伦敦都16开始从即日起疫情警报上悬的第3级。Turning to London and South and West Essex and South Hertfordshire, in these areas where we've seen these sharp exponential rises in the past week, we've taken swift and decisive action to protect the NHS and to save lives. So from 1 minute from midnight on Wednesday morning, these areas will move into Tier 3, the very high alert level. 因为耶诞节黄金周特别来也，第3级疫情警报系统禁止无共家户伫咧室内聚会，嘛会甲保龄球馆、电影院等等娱乐场所关起来。餐厅甲酒吧甲内当包顿去食，也是外送。好业者化工被禁止。It's crap. Because I've got 2 hospitality businesses close by, and basically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both of them. So it's no good.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It seems really crowded, and I think it's a bit crazy for it not to be Tier 3 at the moment, so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英国疫情有警报，汉考克伫咧下议院指出，科学家伫咧英格兰南部发现新变种的病毒株，无力卡甲当地疫情传播速度变紧有关系。汉考克嘛表示，已经通知 WHO， 毋过目前无现象显示新变种的病毒株较强，还是讲会互疫苗无效。There's no evidence so far that this variant behaves differently, but of course we're being cautious to evaluate this properly, as I explained. And so what they're looking at is to see if there's any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tested for all of the variants that are identified. WHO 强调讲，目前英国汇报有1000人感染变种的病毒，嘛甲英国来密切合作。若是英国拄初步开始做辉瑞甲 BNT 的新冠疫苗，上新的阶段拄即礼拜一开始，针对家庭医师、80岁以上的老大人，还有长照机构的社工人员来进行注射。公司新闻陈伟仁、郑建功编译。来关心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14时去病院看确诊病例，过程当中，甲患者握手，佮专工甲喙罨流落来，甲患者开讲。卢卡申科是去首都一间病院去关心新型冠状病毒嘅确定病例这患者，一直行入去病房进前，就甲边仔医护人员无共，伊无挂面罩嘛无挂手笼，人行入去病房了后，佮甲患者握手，惊人唔知影伊是总统，佮专工甲喙罨流落来，甲患者开讲。到昨为止，白罗斯已经有确定病例16万，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273个人。美国的总统大选，各州的选举人14要登票，民主党的拜登甲贺锦丽确定当选，不过川普也是坚持这是美国史上上届垃圾的选举，坚持唔认输，官司会拍到底。全美国50个州甲华府拢已经认证当地选举的结果。拜登伫总票数538张选举人票当中，摕到306票，超过当选的条件270票。川普摕到232张。各州的选举人团14会伫各州的州议会大楼，或者是州长甲州务卿办公室投票。拜登会伫迄个暗时发表演说，庆祝伊选调，还有美国民主坚强的力量。选举人团程序完成了后，各州会把票送去华府。国会会伫1月7日举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由参议院议长，也就是副总统正式宣布当选人。这个选举了后，自本就是行一个程序的仪式。今年煞因为川普硬唔认输，成做各界关心的焦点。I worry about the country having an illegitimate president. That's what I worry about. A president that lost, and lost badly. This wasn't like a close election. You look at Georgia. We won Georgia big. We won Pennsylvania big. We won Wisconsin big. 川普13鋪文講2020的大選是美國歷史上上屆腐敗選舉，抑閣講各州甲政治人物哪會當替一場濟違規，抑閣有實質的選舉來背書。毋過伊這個主張毋但佇聯邦法院徛袂在。就连以保守派大法官佔大多數的聯邦最高法院，嘛攏駁回共和黨提出選舉有問題的訴訟。一內民調顯示，敢若有1/4共和黨的選民接受大選的結果，也就是講川普抑閣有本錢會當繼續亂落去。No judge has had the courage,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I am so disappointed in them. No judge, including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the courage to allow it to be heard. 华府、亚特兰大、奥林匹亚、圣保罗等等的城市，12有袂少川普的支持者去街路游行，
其中华府的自由广场有一阵极右派民兵的组织骄傲查某囡仔的成员，家家路的标语、写乌人的名嘛是命的布条啊，摕落来放火烧，还佫和乌人的名嘛是命的支持者发生暴力的冲突。过程当中有4个人受伤，20外个人去用掠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第一夫人要换人做啊，拜登的看守吉尔今仔日嘛正做媒体焦点，因为有一个作家投诉去《华尔街日报》，建议吉尔摕掉家己名头前博士这个称号，因为讲这听起来敢若在讲骗。不过这款言论虽引起批评。I'm Jill Biden, and I'm honored to be a community college professor. 拜登的太太吉尔真注心伫咧教育工课，伊有2个硕士，而且伫2007年摕到德拉瓦大学教育博士的学位，目前伫咧社区大学得教英语。拜登入去白宫了后，也成做美国这几年以来学历上悬的第一夫人之一。伊伫推特名头前嘛有挂博士的头衔，毋过一个西北大学的讲师兼作家爱普斯坦刷投稿去《华尔街日报》，批评即马毋是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名声甲伊早未比值，只要应该甲即个头衔剃掉。伊甚至伫文章当中表示，只要拜登博士听起来有淡薄仔先早起，而且佫有淡薄仔笑亏。文章抛出来就是引起真侪批评。金门博士的细汉查囝推文就指出，伊的爸爸都毋是医学博士，伊替人类做出伟大贡献，所以只要博士嘛是共款。毛女性表示，真侪拄着社团体内女性会加这个头衔，是为着避免去其他人无看到因实际的贡献。另外，还有其他女性嘛伫推特的名册头前加博士的头衔来声援吉尔。拜登的发言人是批评爱普斯坦的文章是性别歧视的攻击，呼吁《华尔街日报》删文章。而且向吉尔来回释的，若是爱普斯坦捌教过册西北大学伫咧事件发生了后，是发声明讲，无认同爱普斯坦文章当中推压女性的观点，因为任何摕到博士资格的人，拢达到 Doctor 的称号。西北大学强调讲，爱普斯坦自从2002年了后，都毋是因学校的讲师。媒体嘛发现，爱普斯坦伫咧学校英文系官方网站的个人简介嘛已经去互摕掉。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选举人团登票已经确认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选调美国总统。若连任失败的 Trump 是透过 Twitter 宣布，司法部长巴尔会伫耶诞节进行落台。全美洲政府协会东区的会议通过友台决议案，要支持台美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嘛要支持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等一寡国际组织。来关心日本公布今年度的汉字，也就是“密”把读作“密”之字，讲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防疫措施是爱大家唔通伤过密，嘛讲袂当挖伤近，唔通密切接触。后壁的百货公司，包括耶诞树在内，真侪商品、礼品都是 made in Taiwan。不过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业绩是落一半。好佳在咱国内疫情有受控制，目前这会当靠内需的市场来度小月。耶诞节就伫要到啊，嘛是台中这间耶诞装塔品工厂一年当中上无摇的时阵，员工伫咧做各种无共款的耶诞树。这间伫咧1987年成立的老店，有真侪年的外销经验。伊的产品对耶诞树到各种装塔品，啥物拢总有。单年生产正万丛的耶诞树，是台湾上大耶诞装塔品的制造商。蔡浩仁嘛红号做耶诞树大王，毋过今年后尾受到疫情的冲击，头家坦白讲生意是真歹做。过去有30人的制作团队，即马减到剩无到10个人。因为在外销方面，在欧美的损失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因为客户不大敢下订单啊，会缩减啊。好佳在这间耶诞装塔品工厂，后来嘛有开发国内市场，接受人客定做的订单，替百货公司甲政府机关来做大型的耶诞树，包括台北101总统府甲基美美术馆，拢捌是伊的客户。佮加上国内疫情较轻，民众也是有耶诞节需求，嘛去因小卖商来遮挂货登去卖。我常会去各个地方国外韩国啦、日本啦，或者是大陆，我们也都会去。那因为没有办法出国，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想说台湾看有没有人有批发的。蔡头家讲，过去伊的营收比当外销一般耶诞树是占6成，大型百货公司的总值超占4成。即摆外销部分的订单减真济，伊嘛敢会当靠内销。
为了拍拼提升竞争力来推出新产品，当然嘛希望讲疫情会当赶紧结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咱政府明年要开放有三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即马真侪地方政府拢咧修法，要阻挡有三肉精的进口猪肉。中央是要求讲来源国小清楚就会使，互消费者家己选择。若即阵受媒体提出相片，讲加拿大超级市场卖猪肉敢有掺三肉精，拢写甲清清楚楚，为怎样咱台湾做袂到？零下18度的冷冻仓库，一箱一箱进口的猪肉、牛肉贴甲真悬。面对美国内地进口即要来啊，进口商先甲国外签订合约，一路进口三肉精零检出，也家己制作标示自称。地方政府也出招，暂留要来防堵内地。有大业者在营业期要开始，一定要标示到底含哪个多巴胺或是不含，要讲清楚。云林县的我们成立零售肉精联盟，从饲料厂到畜牧场到屠宰场到分切加工厂到零售市场，我们全部把关哦。行政院以猪肉产地国大线甲来源声明做管理，不过地方也出招。台北市的设置无限内chế专区，要求进口商强制检验内chế。新北市一旦验出三肉精，若是超过标准，上悬罚2亿；无超过标准嘛爱罚。九大餐饮场所也必须强制标示，若无上悬罚400万。不过行政院强调，若是依法令标示内地，恐惊引起无益报复。更严格当然可以，但是我们要提出我们的科学证据。WTO 的规范是说，你的标示规定不可以造成不需要的贸易障碍。一旦内地留在国内标示大战即要开始。有平面媒体报道，加拿大土假投资，加拿大 TNT 华人超市肉片清楚标示含有三肉精，敢若去限到中央的脆皮。不过有旅居加拿大民众也表示，加拿大境内无论是伫 TNT 也是 Costco 超市，其实也有无标示的一般肉片，伫一般人更加注意的是不是注射抗生素。这款产品的一般猪肉价钱的1.5倍到2倍可能都有。它强调就是不含瘦肉精、不含抗生素，但是也只有这款产品会特别标示这样子。针对那个标示，然后做了肉类的抽查，就发现其实标示也不是第一个规范没有那么明确，再来就是也不是这么多肉商都标示这么明确。农委会主委但集中表示，清楚标示产地来源国是对消费者保证。行政院是搁再讲，台湾现行规范已经超越国际标准，肉品标示无需要造成无需要的贸易障碍。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压厝价，要管理差厝价，嘛推出实价登录2.0的政策。未来爱照门牌也是地号来登记，若是写假资料，上悬会罚款75万。另外，为着要鼓励厝头家加入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的政策，政府嘛打算要修改主体法，互厝头家减税。为了落实居住证期，政府推出拍查房政策。内政部处长华建军则是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推动实价登录2.0，将显出完整门牌地号。此外，为要鼓励厝头家加入社会主体包租代管，加降低厝头家被诈税几率，内政部将修正主体法23条，建议将租税减免金额为1万提高到15000。那来提高租税的减免的金额。让参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房东，以后都不用担心有查税的疑虑。另外，内政部对于差租价、管厝价、订还无改、生活维修处买卖无照实申报、继续交易面积不实，经过处罚3摆了后无改人，将按处加重处罚15至75万罚款。而且，若有纠团查房的情况，内政部也建议修法会当用刑法裁处。内政部也表示，拍房开始出现效果，观察到市场上某一寡不当行为开始退场，有降温的趋势，业者开始加强自律。报也应该是有相当的效果了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某些行为确实已经开始退场了，整个降温的状况有发生，那业者自己也开始加强自律。那我先请教你一下，你个人有没有第3户的房子？跟你太太有没有第3户的房子？我跟我太太名下1户房子都没有。特别对于纠团炒房，严重影响市场交易秩序的，我们也希望修法之后用刑法来裁处。也搁有内政部也将加速红单禁止转让、征收平均地权条例，阻止炒作。华建军表示，相关版本已经准备出来，这礼拜会甲立委进行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的连锁咖啡店一节味数大位传出熊倒店，十外间门市只剩台南的加盟店有在做生意。高雄市的劳工局是表示讲，伫12月初10，这间公司就通报要甲67个员工洗头路，目前已经有10外个人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总公司是表示讲，因为受疫情影响，因才做袂落去。苏达威咖啡伫高雄六合店门市大门锁着，豪华座椅调一表格，有10外间分店的连锁咖啡苏达威，在是一透早伫官网发出公告，表示受到疫情影响，经营状况无好，决定即日起将暂停所有门市营业，只存台南唯一的加盟门市照常营业。太临时了，因为我也昨天才收到消息说公司要倒，所以我也没办法。加盟门市业者非常无奈，这加盟无到半年，总公司就结束。近日的富士康广告为灿坤手中接过金控咖啡经营权，今年2月改名做苏达威。除了台南加盟店，包括台中甲高雄拢总有在间店面进卖转倒店。目前如果以大案解雇来讲，应该是违规。不过因为这个部分是台中市政府的权责会由台中这边来做后续处理。富士康广告总部位伫台中市劳工局表示，公司伫初10通报大量辞掉118人，也向高雄市劳工局提出资遣问职67名劳工，也毋过无提早60工前，已经明显违反大量辞掉劳工保护法，相当会当开罚50万。到10时已经有16位员工向高雄市劳工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实际起，门市附近相关部分店家也表示，疫情确实有影响。有啊，因为整个6夜市真的人潮变得很少。真的有地区有影响。它疫情的时候，我们商家非常的多了，差不多1半以上了。现在最近生意又比较回转了。以6号夜市为例，今年7月开始，摊商生意一直落9月份上惨，落一半，一直到顶个月才豆较好。新国港相关表示，大约影响业绩3成左右。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摕进行3倍券去买囡仔册、翁仔册，要送予查某孙。说方法见讲，发票顶头有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敢是要摕来报销假公的，这是引起争议。苏贞昌是强调讲，这是有人压价无代无志去拍统一编号假报，这根本就无法度报销。毋过，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趁机会口说讲，那行政院的统一编号最近是真做全国热门的议题，要去调查这歹款，敢是已经年久月深嘛？利用礼拜日参访的时间，行政院长苏贞昌早3倍券，先煞买几本翁仔册要送查某孙。双方发现算钱的时阵，出现行政院的统一编号。虽然行政院头一个时间有发出声明，表示这是正经提供给店家的资讯，苏贞昌完全唔知影，有缘引发争议。苏贞昌10时早起受访的时阵讲，有人假做代志。我也不知道有人多此一举，还去打什么统编。因为用家里的3倍券买漫画送孙女，这个我也没有要报公账，也上面有打振兴券，这依规定也不能报公账，所以也不必为这个做文章。苏贞昌爱大家唔免做文章，伊的查某囝嘛是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是赶紧替苏贞昌讲话。依法，公务员买物品给家人本来就不能够报账的，所以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不能，这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有没有统编，其实真的不是重点。册店阁假是一透早阁发出声明，强调算钱的时阵，苏贞昌并无报统一编号，若是发票要换，拜二开店的时阵会协助处理。行政院阁有店家无闲要拍火，那也是抓到机会来考试。看来丁一鸣不是例外，因为院长也都这样做啊。任何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这个是院长应该要明确的宣示。那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彻查，是不是长期以来变成行政院的惯例。顶个月，行政院经发言人丁仪明买100碗牛肉面，才因为拍统一编号防质疑报功效。即摆院长买翁仔册发票嘛有拍统一编号，虽然苏贞昌强调有人假做这件代志，但行政院官员买物件，有人斗相共拍统一编号的关系，嘛互公私不分的质疑继续咧传。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调查，台中市有9成的露营区拢无合法。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台中市政府有成立辅导小组，要辅导合法。毋过因为有真侪露营区拢伫农牧用地顶悬，业者就讲因为地目好处理，毋是因无爱合法。
台中市今年热天开幕的大安区滨海农业区采公办民营收费一暗4、5千起跳，是合法型的农业区，也是台中市17处合法农业区之一。不过，台中市有111处农业场，大概9成无合法。台中市管理局指出，主要是卡在地目上。其中这未合法94处之中，林业用地跟农牧用地合起来有88处，占了93.6%。地目使用上的问题啊，他们都一直要求要农地农用，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东西。它有一个林路的限制，而且它就是要求你的所有的农地要在路的同一个方向。根据台中市管理局的统计，17间合法农业区有4处是公营，2处是公办民营，其他是民营。无合法的农业区，大部分是位伫农牧用地上。因为想要设置合法农业区，才会当以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成立的休闲农场，一公顷面积只有4成，会当做农业附属设施。目前中央当咧建议修法，回到其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中，放宽农牧甲林业用地，用分设置农业区设施。那中央目前所了解，也正在研拟修订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放宽林业用地跟农牧用地，能容许设置这个露营设施。农业区业者批评，规范农业区的法规甲单位事权无统一，互因唔知要安怎办。台中市管理局指出，农业区合法化辅导过程，袂当违背各事业主管机关的无法，也互民众批评声不断。未来等中央修法完成，希望会当解决农业区非法存在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屏东邦寮为着要增加地方的特色，伫街头巷尾拢有安泰路配合在地特色来美化环境，希望透过艺术走廊结合在地渔港，创造新的观光特色。民众欢欢喜喜，甲手机摕起来翕，行来行去咧欣赏。这条配合海洋意象来设计马赛克艺术廊道，是邦寮打造的观光新景点。目前新竹火车头附近的几项则看有提升在地特色。我觉得很特别啊，因为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有做这样子的设计啊，所以就来看看啦。觉得吗？很漂亮，很特别啊。很适合来这边拍照。对啊，自拍。这条马赛克艺术廊道泰路设计展现出海洋的线条，配合邦寮渔港天桥路，和原本一般的几项加添光彩，吸引游客到的游赏。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不然以前这边就是墙面都没有特别的装饰，就一般的墙面。其实我觉得艺术啊，像马赛克拼贴，深入邻里啊，真的可以让每条巷道慢慢变漂亮、变美。邦寮公所规划在各景点的几项安泰路做马赛克，打造艺术气氛。另外结合在地渔港安排路线，带动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若一个社区要爱发展，环境舒适是真要紧。云林埔尾的垦地社区，就少志工甲本地垃圾的环境，即马是变甲清气淡淡，搁伫路边种一寡花草，望社区有好的生活品质。用骨仔甲土挖出来，做好一空一空，再搁甲花草草种落去。云林县埔尾镇垦地社区的志工，大家拢非常认真，要甲这片草坡整理好水，就是望要互居民踮社区住了有舒适。卫生较好，较无放虫啊。这较早拢草足黑的，阮即马是甲改善落，一个草叫卡拉机来拔掉，即马再整做一个立美化，比较这大路较好看。这片草坡伫咧垦地社区大牌的边仔，无人整理，地树草啊是发甲真严，草一个济，都有人趁势乌白片粪扫。环境是阿早非常，也社区就向县府申请经费，招志工甲本地垃圾的环境变好清气。附近的居民看到草坡整理甲真好势，是真娱乐。以前少很多，现在是很漂亮。怎么说很漂亮？就是种花这样很干净，很漂亮啊。一个社区若要爱发展，环境舒适就真要紧。不过环境若要爱舒适，就需要众人合作，才有法度维持。其他垦地社区的居民会当倒出来，同齐为家己的土地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小机会进前有去湘北买市面上一寡米做的产品，亲像是米蒸、米仔糊，也是米饼，计共有20项物件。结果发现讲，其中有4件重金属超过标准，若产地拢是伫咱台湾。
农委会是表示讲，因会去追查原料米的来源，嘛去看农地敢有受重金属的污染。啊，若红点名这产品，拢已经回收，嘛开放予消费者退钱，也是换货。为着补充人奶甲牛奶内底无够营养素，袂少家长伫红眼4个月到6个月时阵开始补充米精、米饼，还有甲果子、外予幼等等的副食品。毋过顶一日消基会伫湘北的大卖店，还有红眼用品专卖店、甲网络等等的通路买20件米精、米糊、米饼等等的样品，结果发现讲，包括宜丰糙米米糊、旺仔营养精纯米饼，还有喜家园米饼糙米等等4个样品去互验出粒的量是伫0.05到0.3 ppm， 超过限制。消基会讲，重金属对红眼还有幼囡仔，可能会造成低磷发育慢等等的问题。虽然说这一个食品都是在台湾生产的，假如说是果真都是用我们台湾的原产米的话，那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农政单位可能也都要去注意了，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米的产地啊、农地是不是有遭受污染？我们算是米的大宗厂商，我们是配合这边政府或农会、农粮署那些推荐厂商我们来做这些采购的。现在详细的部分，我们工厂还在做一些调查。的验土是它是未检出啊，我耕作是不放肥料的，我可能会验商品跟验土，可能都验一下。根据食品当中污染物质，还有毒素卫生标准的规定。以粒的标准来讲，红眼甲幼囡仔各物类辅助食品，还有副食品粒限制的量是1公斤0.04毫克以下。若是予一般民众食各类的食品，粒限制的量是1公斤0.4毫克以下。民间的这个检验中呢，有4件疑似不符合我们标准中的这个镉的标准，那相关的这个辖区卫生局都会进行稽查。农委会表示，会进一步了解使用的米的来源，若是台湾生产的米，就会追查农地敢是有受到重金属的污染。也若有咧卖这4款无合格的商品的店头，亲像爱买的各分店，拢已经落市无咧卖。也若家乐福目前嘛已经甲旺仔营养精纯米饼落市，消费者若是有疑虑，会当摕发票去退货或者是换货。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有答应讲，要甲高雄大社工业区降做污染较低的一种工业区。若是安尼，石化业就要关门。当地石化产业工会烦恼未来若关门，劳工会无头路，所以成立自救会，讲伫这个月26要发起万人大游行，将街头维护家己的工作权。不劳权，不劳权。大社环江边劳工自救会14即天成立。因为烦恼大社工业区降变一种工业区，当地石化产业可能拢爱关厂。大社工业区年产值1000亿元，产品以内需为主，占国内需求高达60%。一旦江边为一种，业者各项操作许可证及环保证照将无法展延，等同官场一途。官场影响的不只有区内的员工与厂商，也会渐渐影响民生经济。目前大社工业区有12间厂商，员工2700多人，因平均的年岁差不多45，若是中年失业，对家庭影响真大。现场30多间石化产业工会来声援，嘛有学者认为，大社石化产业未来一定爱迁厂，上好是豆豆啊降边。我是赞成先降为甲种的啦，好。然后等那个政府能够找到适合的地点，甲刷厂的时阵较来降为一种的，安尼可能较好啦。爱较紧找到一个适当的所在，互大社工业区伊遮的石化厂会当迁去遐。不过，赞成降边的环保团体认为，大社工业区降边是20多年前就决定的代志，是经济部拢无处理。经济部其实一直拢无把这个代志好好啊来面对，好好来处理吼，所以伊就希望讲先降做甲种的工业区，再来刷做乙种的工业区。但是足早就已经决定要做乙种的工业区，所以我想讲大社工业区内底的厂商，其实因嘛是拢知影。目前大社工业区案搁伫个内政部审议，中央甲地方政府、劳工甲环保团体也未有共识。劳工自救会按算要伫个26发动万人大游行，捍卫工作权。记者邓亚军、赖伟哲高雄报道。
伫婚林做细阵新名红仔嘅模型师苏建仁，伊是靠家己嘅兴趣做出各种新名嘅红仔，是家己摸出师。即马伊有会下，嘛甲手艺传予后生，望北港嘅在地文化会当代代传。这个电动红仔会当甲音乐跳来跳去，制作的人是头家苏建仁。伊的店外口看起来是银楼，但是内底拢是满满的小红仔，有足侪拢是大家拢捌的，亲像妈祖、土地公、财神爷。看到时事啊，古水，然后来变看卖。咱要做一下虾米，咱来拜托啦。有的雕刻师伊都有钱要赚嘛毋赚啊，所以咱来改变啊。变过来，我认为讲这个物件就是变过来家己的啦。为画图开模大纸，拢是头家无师自通，对着手路愈来愈好，渐渐研究各样无共款的红仔。你有迄个耐心嘛，慢慢仔做嘛。即摆嘛50-60岁啊，50几岁啊，嘛交囡仔去做啊。主要是想要推广这个在地的那个文化。然后像最近就是比较流行这种那个模型庙会嘛，就是要把它发扬光大这样。苏建仁讲，伊即马有会啊，较少伫咧做红仔，慢慢将技术传予下一代。伊的后生嘛坚持传承在地文化，互更较侪人因为因的手艺感受到宗教艺术的水，会当一代传一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背无人机嘛会当比赛，这个比赛按算伫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会成做正式的比赛项目。若即阵5G的技术当地发展，嘛应用伫无人机的比赛顶悬。工研院就利用科技创造出整合虚拟实境的比赛场景。无人机快速踮天顶走闪障碍物，而且除了真实的场面以外，佫有虚拟障碍物嘛会闪。这时阵对无人机第一时间传导转来，互比赛者目镜看到的画面，速度就真关键。画质上面跟它的反应力，我觉得它就那个反应力是真的很及时，是我觉得蛮好的。虚实整合是一项非常新的一个突破。对，那我们非常乐见这样的一个技术在提升，未来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带到国际上，让国际也能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应用5G技术传送到选手目睭前的画面，敢若慢0.05秒，唔难改善画面传送的速度，嘛通打造实体甲虚拟结做伙障碍比赛，甚至无人机弄着物件，选手也感觉到震动。一秒的时间就30公尺，所以你一看到什么东西要闪过去，我就只给你1秒啊！所以我们这低延迟的特性，在这个电竞无人机就是最能彰显的5G 应用。低延迟还有高速的，这个是2个特性可以表现在5G，用5G 的技术可以呈现出来。未来这项技术，佫会使使用电智慧医疗顶悬，结合5G 甲人工智慧，而且透过产业合作，互台湾5G 技术在世界上继续发光。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北韩这个神秘的国家，其实因有一项产业真高，就是动画。北韩敢若有一间动画工作室，毋过有真侪外国企业拢烧钱要去甲因合作。BBC 嘛捌报讲，上无有70多间公司想要拜托因做，到底有偌高，而且高伫倒位，带乡亲做伙来看卖。供电空旷场景，带领观众行入去朝鲜的过去。这是北韩最近真流行的动画《高祖王》，描写溥仪王子自亡建国的故事。动画人物动作真流畅，是北韩平壤这间动画工作室4月2日所制作出来的。4月2日是伫咧1957年成立的，嘛号做 SEK， 伊是国营的动画工作室，嘛是北韩唯一一间的动画制作公司，甲国外其他的动画公司同款。4月2日有摕画图板伫咧画图的动画师，嘛有真注心伫咧调整声音频率的录音师，嘛有专心专意投入演出的配音员。 만화 영화에서 대사 영상은 매우 중요한 자리를 차지합니다. 이번에 우리는 역사 만화 영화 거주멍을 창작 완성하면서 배우들 속에서 무게와 깊이를 보장하는 데 중심을 두고 진행했습니다. 虽讲北韩互外界印象拢是威权古板，啊，毋过因的动画实力完全无输予其他的国家。
BBC 进前报道，北韩动画品质真悬，成本真低，包括70多间外国公司要来甲因大港合作。全球100大影响力的动画工作室当中，4月2日是排第85。毋过因为北韩对相关资讯拢真保密，实际产值有偌济嘛拢毋知影。只不过北韩家己做的国产动画，一般拢有政治宣传的目的。 우리 이 작품을 통해서 우리 인민들과 청소년 학생들, 어린이들에게 우리 민족의 우수성, 유구성, 찬란한 문화를 생동한 화면으로 재미있게 보여지기 위해서 이제 지금 창작을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고주몽이 현재 33, 34부까지 방영되었는데 우리 인들 속에서 상당히 인기가 높습니다. 北韩官方媒体讲，最近伫放送的《高筑梦》伫民间是真受欢迎，制作集数已经超过30集。毋过路透社指出，无法度验证以上的讲法敢是真的。BBC 是指出，北韩的动画师有天分，而且功夫真好。毋过国内对艺术有绝对的要求，嘛互因的发挥空间受到限制。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 澳洲去年发生严重的火烧山，真侪地契甲无尾险拢互火烧着。 有兽医师就发起募款，甲卡车改做行动病院。那内底有10层的医疗设备，会当使去世界救动物。车身是白色的，顶头印一只无尾熊。这台不是普通的卡车，是一间野生动物病院，用半挂式卡车改装的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自11月2日开始，伫咧澳洲帮助野生动物。 It's relief and excitement. Yeah, and it's there's a long road ahead, but it'll be we know the road's sort of off to a good start. 移动式动物病的想法是兽医法米尔所想出来。去年澳洲发生野火，伊看到几60只被烧伤的无尾熊，坐伫咧水沙拿内面等人救，心真酸，所以发动募款设立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开70万澳币，差不多1470万台票。 车顶有药啊加医疗设备，包括超音波、电光机、手术区加恢复区。I can give them the medicine and the pain relief and the fluid therapy, and actu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to them, and then treat them. 包括法米尔在内，兽医加志工会伫咧车顶助阵。动物团队也正肯定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It'll be ready for this fire season, but for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future. 拜伦湾野生动物病院无限制救援的可行，会看情形线叮当，希望尽量赶伫咧第一时间提供治疗，和受伤的动物得到帮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那讲到乌克兰的切诺比，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核灾甲辐射。切诺比嘛是反核能运动的教材。即马有科学家就发现讲，伫核灾周边30公里，虽然无法度住人，毋过即个所在出住真侪野生动物。 乌克兰政府最近嘛按算要甲隔离区申请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2019年推出的迷你影集《核爆家园》，具体体现1986年切诺比核电厂第4号反应炉爆炸事件的情形。在并发生了后，大规模撤离行动，互原本闹热的 普里皮亚特小镇一时变做无人住的鬼城。除了无使用核电厂，隔离区内底残破的厝、路标甲游乐场，拢伫甲说人讲，未来遮因讲无可能再有人类长期住伫遮咯。不过，当地科学家认为，辐射污染虽然继续造成环境的负面冲击，不过人类的离开却是生态环境的福音。30多年来慢慢恢复生长的原始森林内底，不时会使看到狐狸这各种保人类动物，附近河川也袂少鱼类生长。 而被列做极端危险的野生动物普氏野马，也互科学家选定这真做野市的所在，而且拢真做吸引观光客的重要卖点。乌克兰政府统计，在新型冠状病毒侵袭进前的2019年，受到纪录片上映影响，切诺比隔离区吸引观光客创下历史新高，有12万4千人次，其中大约10万人是来自其他国家。不过，乌克兰官员认为，普里皮亚特不应该只是互人来遮佚佗的所在。 Так, зона може бути і має бути відкрита для людей, але виносити звідти вони мають не лише пригоди як сталкери, які опиняються в якійсь забороненій території. Вони мають виходити більш наповненими і історичною пам'яттю.
官员认为，若是有机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除了会使提升观光旅游价值，也会促使中国政府投入更加多资源，改善观光基础设施。不过，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就是真长的过程，若是明年3月应正式提出，嘛要等到2023年才有结果。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咱受东北季风加冷空气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是较淡冷，低温大约是16度到19度。若今仔日伫湘北、嘉南、甲宜兰雨会较粗，气象局已经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